繼續新聞時間，超過2000個師生同埋家長遊行抗議教育統籌局勒令收生不足嘅小學新學年唔能夠開辦小一，面臨停辦命運。黃淑玲報導。2000幾人綁住象徵希望嘅黃絲帶喺中環大會堂外集會，當中有老師、有家長，亦都有學生。佢哋話要向教統局表達學校應該有生存嘅權利。我哋要嚟呢度攞我哋權利，好唔好啊？好，多謝。有家長更加帶埋鑼鼓去聲援，話要公告天下哀悼教育已死。話俾我哋下一代聽，我哋做父母嘅係同佢爭取個公義，咁等佢咧可以昂起頭啊，昂起頭咧行出學校，去大家學校咧都可以好昂起頭。我哋學校咧唔係唔得，只不過係政府嘅錯誤決定。雖然教統局話可以為受影響嘅學校再安排一次特別試學，達標嘅學校隔1年可以再收翻學生，但有校長認為已經太遲。家長就會懷疑啊，或者擔心究竟你開唔開到㗎？因為你已經係開唔到1年咯。一個個綁住黃絲帶嘅示威者喺中環大會堂外集會之後，就沿住遮打花園遊行上政府總部繼續抗議。警方一度要封閉皇后大道中其中一條行車線，讓俾示威人士。佢哋遊行到政府總部，將黃絲帶同示威標語綁上大閘就離開。教統局局長李國章星期1會同受影響嘅學校開會商討。無線電視記者黃淑玲報道。